昨日啊，美國在台協會舉行美國建國250週年的酒會，咱總統嘛去現場來鬥熱鬧吼。這個處長嘛 Raymond Green， 伊的致辭，伊就分享着美國兩位前總統的故事，內底講的大意就是講政治的化解啊。所以這段話嘛認為講，你是不是咧比喻目前台灣朝野的關係咧？另外，佇這個大日子啊，總統嘛特別準備3項禮物，其中這項伊講一定要送給美國總統 Donald Trump， 這是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的自傳。Happy Independence Day， 獨立紀念日快樂！甲來賓敬酒，總統賴清德出席美國建國250週年的酒會，甲 AIT 的處長郭立言徛做伙。現場除了有立法院長韓國瑜，也有部會首長。各國駐台使節，還有鄭麗文主席。賴總統佇找國民黨主席鄭麗文點名致意，其實伊無佇台下，儀式開始前伊就離開啊。哪裡兩黨的主席王不見王、郭立言，好親像嘛看會出來。Our second and third presidents were once bitter political rivals who even refused to speak with one another. However, they reconciled later in life, exchanging letters about the nation they had built and the future they hoped they would achieve. 用美國前總統的故事，和大家認講是咧暗示當前台灣朝野對立的情勢。雖然郭立言致辭的時，鄭麗文已經無佇現場啊，不過後來鄭麗文又原佇面冊有拋出相片，兩人佫有講到伊要去訪問美國的代誌。執政黨送3項禮物，想要加強美方的關係。所以我送他2本書。張忠謀先生的自傳。除了張忠謀的自傳以外，賴總統閣送印有美國國旗的蘭花甲台灣式的雞卵糕，是講送中文冊。繁體中文的書，還要先學會中文才能夠了解，這樣真的是蠻可惜的哦。送我們賴清德總統一本大塊文化的書籍，叫《無敵》哈。這個《無敵》講的就是林肯的故事。台積電就是台灣的驕傲。就是台灣的經貿實力，可以讓美方的朋友一起認識台灣，這是一個很好的祝福，也是一個很好的禮物。畢竟美國總統川普進前，則講台灣偷摕美國晶片的產業。另外，川普甲賴清德的傳賴通話進度安怎嘛引起關心。AIT 的酒會，賴總統的一舉一動，唔但牽動朝野和諧，更加關係到台美的關係。Hello， 大家好，我是林文。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鎖定華視新聞的 YouTube 頻道。